咁就我哋繼續再 elaborate 下頭先Ben 哥講嘅呢個移民政策嘅問題啦。咁嗱，2021年嘅6月咧，加拿大政府就對合資格嘅香港人開放俗稱救生艇嘅 Stream A 同 Stream B 移民計劃。合資格嘅港人喺加拿大完成為期2年嘅課程，又或者全職工作1年，就可以通過救生艇呢個移民計劃，申請成為加拿大永久居民。喺計劃開放嘅初期，移民部極速審批同救生艇相關嘅各類申請，亦有唔少通過救生艇計劃成功成為永久居民甚至係公民嘅例子。但係好可惜，隨住時間嘅流逝，聯邦政府改變咗移民政策，令到救生艇嘅審批出現嚴重嘅延誤。喺上個星期，我哋嘅常駐嘉賓阿 Ben 就參加咗由國會議員同埋民間團體出席嘅圓桌會議。跟住落嚟，我哋有請阿 Ben 同我哋分享下會議嘅內容。唔該，阿 Ben。係啦，大家都好關心我哋加拿大一個移民國啦。咁我哋嘅人口組成基本上都有移民組成嘅，但係移民局點解會做到一啲令到大家都好唔滿意嘅結果嘅出嚟咧？咁上星期我同移民部長咧，我哋係有一個圓桌會議，一萬感事。咁我哋大概有30零人啦，大家都裝咗好多唔同嘅意見咧，就話交到俾佢聽。咁而佢嘅反應就係話嗱，如果大家睇到今日咧，移民部長嘅國會係俾反對黨嘅移民部長係叫佢落台，話佢所有嘅嘢係做得唔好，係話佢所做嘅嘢咧係冇辦法解決到移民嘅問題。咁移民係加拿大其實一個都幾重要嘅組成部分，但係喺過去嘅移民政策其實十分之亂，一個字係好亂。因為我哋基本上譬如話，當日救生艇喺2021年嘅2000年開始，21年開始已經好多人過嚟。咁喺嗰刻中，大家係一大集檔案拱過嚟。咁當時佢哋喺政治立場上，佢哋要審批呢一班人，因為覺得係好似喺道義上，佢哋同呢班香港人企埋一齊。當日嘅英國、澳洲都做得係一模一樣，但係到2023之後，成個世界個政治氣候改變咗啦。而2022俄烏戰爭發生埋之後，亦都好多烏克蘭、索馬利，而且非洲嘅內戰，索馬利亦都有好多難民嚟咗，好多人都用緊呢一個叫做快速通道，即係話咧，佢哋係唔係難民，亦都唔係經濟移民。佢哋亦都唔需要任何嘅呢個人嘅特別嘅擔保，用佢自己嘅個人嘅工作能力或者學歷，佢就可以過嚟呢邊盡快移民，因為佢哋當地嘅國家所產生嘅不安，令到佢哋可以過嚟，同埋係加拿大咧係同當地嘅政府係有少少玩抗拒，你唔要嘅人，我要晒佢。但係呢一個徵稅就開始改變啦，因為實在香港救生艇完咗之後，索馬利同埋烏克蘭嘅人嚟，咁而聯邦政府係容許呢啲位啊，大概其實係得3萬零個位嘅啫，但係排緊隊嘅人，香港人大概有2萬零個位，而家等緊呢一種救生艇咧，但係總共移民局每一年會有3萬個位係批俾烏克蘭、索馬利同埋咧香港人。但係烏克蘭嘅人係講緊幾十萬份表格排緊隊㗎，咁如果按比例嚟講咧，係會真係香港人咧係就俾佢哋排擠咗出去㗎啦。咁當然啦，唔代表話呢班香港嘅朋友係冇辦法去申請到啦。咁喺研討會入邊都講啦，我哋首先加拿大你唔好用怨氣啦，因為加拿大冇欠你哋㗎，因為我哋所有加拿大人喺度辛辛苦苦。我哋用我哋嘅資源建立呢個國家，加拿大冇欠任何一個外國人嘅。咁我哋唔係因為你要仔女讀書，你份工作要有個 certainty， 我哋就要為你擺開晒其他嘢唔做。咁當然喺人道上，我哋係應該協助。咁所以咧，大家喺填報任何嘅表格嘅時候，喺當刻都講咗，
應該係好清晰，因為一份表格填咗交咗之後，好難機會先輪到佢睇，睇完之後審批完之後發現入邊好多嘢係有甩漏嘅、填錯嘅，結果彈翻出嚟嘅話咧，又是重新排個隊。呢講緊係用一年嚟計㗎啦，唔係月嚟計㗎啦。咁我哋亦都喺在座亦都曾經同呢個移民部長講，好多揸住 Open Work Permit 嘅人咧，佢哋都已經就快到期啦，2027到期㗎啦。咁好多僱主其實都想加拿大都見到呢班係人才嚟嘅，咁都想請佢哋幫手喺工作上能夠發揮，但係見到張工作簽證仲有短短時間就完結啦。咁當然啦，移民部不停咁強調呢啲揸住救生艇計劃嘅人過嚟，佢個就算個工作簽證到咗期，我哋都唔會趕佢走，可以繼續工作㗎。但係有幾多僱主係要肯去用心去聽，用心去接受呢一班其實隨時有機會政策一改變，呢班僱主請咗啲過期工作簽證嘅人，就變咗犯咗規㗎咯喎。喺咁嘅情形之下，有邊個僱主係肯去犯規？而當人才人浮於事嘅時候，呢樣嘢亦都令到一班揸住救生艇過嚟嘅朋友咧係苦上加苦嘅。咁我哋當然大家都知道啦，我哋當年我都係移民，大家在座都係移民，其實面對咗好多 uncertainty。咁我哋呢個國嚟到一個新嘅國家，佢哋可唔可以俾到一個叫做肯定嘅明朗嘅答案？我哋嘅前途咧，其實呢樣嘢亦都係好艱難。咁，與其喺度好多身邊嘅朋友都係，與其喺度等無限期咁等，都唔知幾時到期，有好多都已經收拾細軟，翻香港繼續喺香港發展㗎啦。咁移民呢一樣嘢咧，係最主要，我覺得今次同移民部長傾，佢就話係過去有好多亂子，如果移民能夠梳理得翻暢順嘅話咧，其實審批一個移民係需要，只要文件正確，入邊冇漏洞、冇偽造嘅嘢，咁咪好容易做咯。但係好不幸地啦，亦都有好多時發現咗好多偽造嘅資料，誇大嘅資料，學歷嘅誇大啊，工作背景嘅誇大啊，亦都發現有好多由移民顧問填寫嘅所有嘅申請表入邊咧，都出現咗一啲係相同嘅誇大。咁都有好多人用 AI 將一個人形容咗佢做緊咩工作，做乜嘢。咁記住，移民局佢哋都唔係一班低智慧嘅人，佢哋一睇基本上邊度嚟嘅嘢，全部一樣嘅答案，清一色嘅方法。咁呢啲咧係影響到大家嘅申請。咁所以上次開完會之後，移民部長就應承咗會盡快去加強去處理，但係佢嘅能力我相信都係好有限。聯邦政府而家嚟講，反移民似乎係全球嘅一個大趨勢。英國當年脫歐都係唔喜歡歐盟嗰種收納移民嘅方式方法。咁而美國亦都明目張膽去將移民去驅趕。咁變咗咧喺呢刻中，移民呢個好燙手嘅芋頭，好多人都唔想接。咁所以我相信要得到明朗嘅話咧，係需要我哋嘅移民政策改變，或者一個特赦啦。咁我哋在座亦都有講，可唔可以特赦一次性嘅特赦啦？或者係可唔可以用 AI 人工智能去判斷申請者嘅虛偽啦？咁另外其實就係話如果你覺得嗰啲人唔得嘅，你係咪可以晨早同佢哋講聲，等佢哋唔好再喺度無了期嘅等咧？咁呢啲都係當日曾經講過嘅嘢。咁當日有冇除咗話承諾會盡快處理個案啦，但有冇一個意向話嗱？依家講緊所有嘅申請，如果要處理嗰2萬幾宗啦，可能大家要等10年。有啲 hint 話其實呢個時間係咪可以 significantly 被收短？完全冇，當日都係講，因為每一年有3萬個位係俾呢班人。咁如果
我哋而家喺全國入邊差唔多有60幾70萬人係申請緊呢啲位嘅。如果3萬個要分20年，咁如果佢將其中唔好話按比例嚟分俾香港嘅朋友，就算俾雙倍嘅配額俾香港嘅朋友，每年3萬個位嘅話咧，其實如你正話講，都要10年先可以清晒呢啲。唯一我相信可以做到嘅就係話，如果移民部能夠做一個係用一個更高速嘅或者係人工智能式嘅去審批完之後，然之後交俾人手再去做一次批完，然之後一次性嘅呢2萬幾個朋友，可唔可以就係用5年時間之內俾晒佢哋過嚟？但係喺呢刻中冇一個人係夠膽應承諾做呢件事。但係你排隊嘅個案，每個個案移民部都會睇，所以提醒當日移民部長提醒就話：你哋唔好整錯，唔好有虛假嘅資料。輪到你個檔案個案上去移民局審批嘅時候，希望一次過通過到，唔好入邊再節外生枝，排都好耐啦，排幾年，排2年去到，跟住再節外生枝又2年，咁變得4年㗎啦嘛。咁所以喺做呢啲表格嘅時候，好認清楚、認真地去將事實嘅全部表達出嚟。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可以加速到個人嘅個案。咁而我都希望國會方面對香港關注嘅人可以多啲喺移民部俾多啲聲音佢，係注視下呢一班曾經我哋應承過俾佢哋過嚟嘅人，點解突然間好似冷落晒佢哋咧咁樣？但係咪有啲新嘅方案，佢哋會將佢出？譬如話啲技術移民啊、醫生啊嗰啲，係咪放寬咗？就話，但係即係佢有個草擬咧，但係會幾時執行咧？或者會放寬翻啲學生嚟讀書啊嗰啲咁嘅嘢咧？呢個暫時嚟講，因為整體嚟講，移民而家限制咗留學生，同埋限制咗唔同類別嘅移民，因為佢要將移民嘅數字而家係減到係32萬5度，本來係4年，本來嗰陣3年150萬嘅，而家由50萬平均1年就減到30零萬，少咗10幾萬嘅移民嘅，已經喺總體嚟講，其他類別而家我哋講緊呢個就係特快通道。特快通道而家係有3班人排緊隊嘅，一個就係烏克蘭人，一個就係索馬里人，一個就係香港人。香港人其實最少嘅喺呢個排隊入邊係最少嘅。咁但係佢哋亦都係因為少，比例上配額亦都少咗。咁唯一一樣嘢就係點樣可以打尖攞多啲配額。至於正話所講嘅醫生啊或者其他，咁嗰啲就唔係屬於特快通道㗎啦。佢哋係可以通過專業通道。咁佢專業渠道嘅話咧，我知道安省缺乏醫生啦，但係安省最近亦都有護理嘅方面嘅團體咧，係反對特快通過呢啲外國嘅專業人士過嚟啦，因為佢哋都擔心緊佢哋嘅工作會唔會受到保障啦。咁亦都擔心到嗰啲特別係護理方面嘅移民，佢哋喺當地受訓之後嚟到安省，佢哋嘅經歷同埋佢嘅經驗係咪達到專業水平，係我哋接受到啦。呢個亦都係移民局其中一個考慮嚟嘅。好，唔該晒。咁我最好讓到移民過嚟嘅咧，其實就係商業移民咯。真正嘅商業移民咯。咁佢哋真係過嚟係買屋、過嚟工作、過嚟投資、過嚟消費嘅嘛呢班。但係暫時佢哋都係省提名已經冇晒啦，又一開始省提名一開3-5日已經完全名額冇晒㗎啦。基本上係一件好難嘅事。但係唔係話佢想學美國咁500萬買個 visa， 當然我呢邊唔值咁貴啦。但係即係個諗法，譬如話，因為你投資咗，譬如有200萬咁，你都要買屋啊，要成一面，係咪一個都好好嘅渠道可以吸引一班投資過嚟嘅移民咧？呢一個就係當日加拿大曾經做過嘅，譬如省提名啦，亦都有試過呢個用投資移民嘅方法，只要開個企業啦咁。但係發現所有呢啲咁嘅嘢，因為結果係冇真正係喺加拿大做到真正嘅。而我個人接觸到咧，真正投資嘅所有嗰啲移民，全部都係喺度求其開檔鹹水花生小生意，
呢個搣到佢哋嘅即係能夠達標做到移民嗰個條件，就批咗移民啦。佢哋喺做嘅嘢其實就買間屋，擺晒啲細路喺度讀書，跟住其中一方咧就離開加拿大，就唔係做加拿大稅務居民添，變咗揾到錢，咁加拿大人交稅，咁外國揾到錢唔喺加拿大交稅，咁然之後咧妻兒子女咧就喺加拿大享受緊免費嘅所有嘅福利，包括讀中學、小學、醫療，咁呢啲其實都唔係一個真真正正鼓勵到啲人喺度做生意啊！如果真真正正嘅商業移民政策，我希望政府係揾生意人參與整個計劃嘅研究咯，冇揾一班都未做過生意嘅人，一班官僚嘅人去製造個 program 出嚟，然之後去吸引啲商家嚟做生意，其實係冇意義嘅，所以過去做嘅嘢係冇意義嘅，幫唔到加拿大嘅有經濟能力嘅人口。或者係 Jeff 有冇嘢補充咧？係啊，Jeff 你係試過又回流又翻嚟嘅喎，咁你覺得移民呢方面係點樣咧？點睇咧？如果我補充少少嘅就係近呢幾年咧，嗰個我哋呢啲回流嘅人個 momentum 其實咧就低咗好多噶啦，要翻嚟就翻咗噶啦，反而咧陸陸續續我都聽到有啲人咧即係怨氣都越嚟越多啦，包括咗回流又好，或者係即係 Stream AB 嗰啲人啦，即係佢哋發覺即係你知啦，一個人咧梗係去嘅時候，梗係好多嘢希望可以達到噶啦，但係你嗰個即係個預期同埋你個真實情況，如果唔係咁嘅時候有落差咧，佢哋咁樣梗係怨天怨地。咁所以其實都有聲音咧，就係講緊啲人咧，就其實都係離開翻即係翻香港度住嘅。咁甚至乎有啲人咧，即係我諗一路都會有噶啦，比較係mature 少少或者係叫 retire 咗嗰啲，甚至乎仲諗緊咧，會唔會真係翻去譬如大灣區啊？去泰國啊呢啲咁嘅移民，因為嗰度嘅生活水平咧，實在就真係低好多。咁所以即係你話即係嚟緊咧嗰個政府，我諗主要就係嗰個政府嘅政策之外咧，就係啲人咧嗰個 sentiment 啊，佢哋嗰個嘅感受個感覺咧，係咪加拿大究竟係咪一個咁差嘅地方咧？咁係咪值得要留翻咧？喺呢度咧係享受翻應該佢哋即係珍惜嘅嘢咧？我諗好多香港人都要，或者係移民嘅人其實要諗清楚咯，因為佢哋生活習慣。嚟到呢度之後，突然間改咗，咁可能佢一唔習慣咧，就覺得唔關佢事噶啦。咁但係調翻轉咧，如果佢哋真係決定嚟嘅時候咧，真係要諗清楚究竟呢度係咪真係適合佢咯。好，唔該晒咁多位，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